来关心士林地方法院审理的法官前几日跳楼过往，引起各界的检讨和批评，认为法官的负担伤大。若法官协会有发出声明，要求司法院要限期提出具体改革的措施。司法院长柯宗烈有去念香，伊嘛提醒当人要注意身心的状况、身心的健康，唔通规工久伫办公室。院长，法官团考可能放宽吗？我们会来研究一下。面对制度改革议题，司法院长柯宗烈只有简单的回应，颠倒对法官的身心健康有话要讲。多多注意自己的一个身心的健康啊，那么留意一下那个户外的活动，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不要把自己整天绑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天气当前工作之外，加参与户外活动，柯宗烈找到下昼出现伫士林地院，毋但是来慰问关心，也讲是来听法官的心声。法院社外口看板回拿，悼念对老身亡的胜利法官，专案小组法官过落问题。柯宗烈也到灵堂上香致意，佮较写一张配合法官，表示继续争取增加司法机关总原价，佮研究放宽相关管考规定，不以无结案数当作职务评定的唯一标准。想严了是最容易的了。我的这个院长我来帮你争取人力，你人力可以增加，我不反对啦。但是问题是你不可能无穷嘛。怎么样更用科技？怎么用简化的方式？怎么样简化？这都要讨论。不管是审判效能好不好，有时候那个案遇到复杂难搞的案子，确实会有常常加班。我还是觉得每一种诉讼类型都有可以再去怎么样节制滥诉的一个可能性。这个当然要司法要去检讨了。法官工作负担大，有理性法官点出滥诉问题。法官协会更加讲，强调诉讼制度的司法变革，拢在加深法官早已经无法度负担的工作量，更加无排除发起后一波的运动。内部拢是检讨声，也拢向司法院发声为制度做出改革。记者综合报道。